香港作為國際城市，經濟發展成績超然，而最能代表我哋繁華盛世嘅維港夜景，偏偏霓虹閃耀。亦正因為咁樣，我哋嘅漫漫長空星光不再。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，忙於生計。不過喺人群中有一種力量，一直支撐住呢個美麗嘅城市，令到呢度變得更團結、更美好。當中有一群人永不停步，創造一個個助人故事，令更多人感到溫暖。呢種力量就係義務工作。我每日工作時間都好長，但係我總會抽部分時間，盡自己嘅能力去幫助有需要嘅人，所以我登記咗成為香港義工團嘅會員。AVS 香港義工團有好多服務選擇，總有一種適合你。登入 AVS 行義香港網站，就可以按自己嘅興趣同時間報名。義工透過有系統嘅服務資訊、培訓、交流活動及嘉許，令義工喺服務過程中不斷成長，提升服務技巧，為服務對象提供優質同持續嘅義工服務。而有專業才能嘅義工，仲可以加入 AVS 專才義工網。幫到人，自己又有滿足感，做到80歲都一樣有動力去做。退休後，我開始喺 AVS 嘅西園長者中心參加活動。唔好以為呢個中心只係老友記嘅聚腳點咁簡單。其實就係我哋年長義工嘅基地，你睇下，我哋呢一班老友記義工又準備出發啦。義工不求回報，但嘉許義工唔單止會令到義工得到肯定同鼓勵，更可以推廣行義精神，增加社會人士認同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 AVS 合辦香港義工獎，目的係嘉許同表揚本地傑出義工、青年、企業、非商業機構、團隊、屋苑同埋學校等等，表揚佢哋對義務工作嘅貢獻同成就，並提升公眾人士嘅認同，同埋肯定義務工作嘅貢獻。香港義務工作議會係一個跨界別交流協作平台，並推出專業人士義工服務嘉許計劃，鼓勵專業人士同埋高級行政人員運用專業才能參與義務工作。喺 AVS 義工可以得到好多學習機會，令我哋明白到做義工唔止做咁簡單，仲要做得專業，做得優質。香港義工學院一方面為義工、義工領袖同埋任用義工人士舉辦培訓，另一方面亦為不同類型機構提供義務工作管理課程，同時有專業諮詢服務、網上參考資料、教材同工具。AVS 亦制定香港義工約章，說明義務工作嘅價值、義工服務嘅準則，以及妥善嘅服務環境。我非常鼓勵年青人做義工，除咗可以培育健全品格之外，更加可以拉近年青人同社會嘅距離，加強對社會嘅歸屬感。我叫阿 Ben， 我參加咗2年由義工局推行嘅科斯青年義工領袖計劃。咁我之前咧都有做開義工㗎，但係科斯俾我感覺係好唔同嘅，因為佢俾咗我一個機會做一個活動嘅搞手，配合社會嘅需要去舉辦一啲唔同嘅特色義工服務。我
係 Jenny， 喺老撾咧就做咗半年嘅義工啦。UNV 香港大學生義工計劃俾我一個設身處地嘅經歷，令到我更加學識易地而處，同埋多啲去運用同理心去理解其他人。所以可以話喺老撾呢半年，俾到我一個快速成長同埋學習嘅機會，更加係擴闊咗我嘅見識同埋視野。我係 Bridget， 我參加咗 IAVI 嘅青年義工會議，去到墨西哥同世界各地嘅青年一齊交流義工服務經驗，真係令我見識到好多。因為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文化同埋社會需求，所以衍生出嚟嘅義工服務亦都會有唔同。另外，外國好多年輕人都會將義工服務變為自己一生嘅事業，而佢哋嘅政府同埋社會都十分支持，呢一樣嘢就非常值得香港借鏡啦。義務工作助人助己，令人快樂、進步、成長同感到幸福，亦令到社會變得更凝聚、溫暖、美好同和諧。你我一同踏步啦！發揮樞紐角色，推動優質義務工作發展，締造關懷社群，動員義工參與，係義務工作發展局嘅使命。我哋未必可以令繁星閃耀大地，但我哋可以藉住義工所散發嘅光芒，照亮霓虹照唔到嘅角落，將義工力量生生不息咁擴大、推廣、傳揚，實踐關愛香港、人人行義嘅精神。